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5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11节，以弗所书第1章15节到23节，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5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升天。今天是教会里面的耶稣基督升天节，是在他复活之后的第40天，也就是所谓的四旬节。但这与四旬期是完全不同的。四旬期是在讲受难日之前的40天，俗称为斋戒月。在使徒信经以及尼西亚信经里面都明白的告白这样的一个基督信仰的教义。这个基督升天日都是在礼拜四，是耶稣受难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节日，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路加福音第24章50节到53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11节。这个记载对于基督信仰非常重要，就如同使徒信经的信仰告白当中所说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耶稣基督的升天对于未信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理解的事情，最多他们会把耶稣基督的升天当成了成佛，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民间宗教认为人只要造功德，甚至只要离开恶，就可以成佛了。所以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完全其实是为了自己，并且似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们所谓的神明。但耶稣基督的升天是指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上帝给世人救赎唯一的道路。我们回到经文，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的经文这样说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既然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父亲的。从现在起，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见他了。使徒行传与路加福音都是作者医生路加写给了非罗大人的见证，是为了让这一位非犹太人的罗马长官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路加写了这2卷书。使徒行传这样提到：提阿非罗大人在我所写的第1本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
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许多的指示。受害之后40天当中，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所说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之后受圣灵的洗礼。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他以人子身份在世上传福音工作与这个将来的圣灵工作的一个转捩点。前面提到了民间宗教的成佛，与基督耶稣的神性有关吗？当然没有关。耶稣基督不需要借着升天的仪式成为有神性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只是透过道成肉身成为了人子，使上帝他以马内利的应许可以实现，并且真实的与人同在。以弗所书第1章15到23节这样说道：基督是那看不见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接着他，上帝创造了天地万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包括灵界的、在位的、主宰者、执政者和掌权者。接着他也为着他，上帝创造了整个的宇宙。基督在万有之先就存在，万有也借着他各得其所。他是教会他的身体的头，他是新生命的源头，他是长子，首先从死里复活，目的是要在万有当中居首位。上帝亲自决定使儿子有他自己完整的特质，借着儿子，上帝决定使全宇宙和自己再和好。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再归属于他。从前你们由于邪恶的行为和思想远离了上帝，做了他的仇敌。现在借着他儿子肉体的死，上帝使你们成为他的朋友，为了要让你们在他面前圣洁，没有缺点，无可指责。你们必须持守信仰，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不要放弃当初领受福音时所得到的盼望。现在这福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我保罗就是这福音的仆人。路加在使徒行传又提到了耶稣基督升天的记载。使徒们跟耶稣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恢复以色列国的主权？耶稣对他们说：那时间和日子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所定下的，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
和撒玛利亚全尽，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说完这话，耶稣在他们的注视当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他离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然而有2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天空呢？那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这个是延续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3节路加的记载。接着，耶稣领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他举手给他们祝福。他在祝福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敬拜他，怀着极喜乐的心回到耶路撒冷，时常在圣殿里面颂赞上帝。门徒看到耶稣基督升天，都非常的高兴。圣经的记载说，他们极喜乐，并在耶路撒冷耐心的等候圣灵的降临。这也是我们现代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情与态度。诗篇47篇，万民啊，要鼓掌欢呼，要高声唱歌颂赞上帝，要敬畏至高的上主，他是大君王，统治全世界。他使我们征服万民，他使我们统治万国，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作为他所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上主在号角齐鸣中升上王位。来吧，我们来歌颂上帝。来吧，来歌颂我们的君王。上帝是全地的王，我们要用诗歌颂赞他。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他作王统治万国。列国领袖集合，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所有的战士的盾牌都属上帝，唯有他在万有之上。赞美主，感谢耶稣基督得胜了，升天作王，得胜施恩。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